大家好，我係港專校長陳卓希。國際私家美容協會成立45週年，係一個非常值得祝賀嘅重要里程碑。我謹代表港專向協會致以最誠摯嘅祝賀，並且衷心感謝協會多年嚟對教育同埋行業發展嘅付出。一直以嚟，國際私家美容協會都係港專極為珍貴嘅長期合作夥伴。協會不但只為港專美容業課程設立獎學金，鼓勵同學投身專業，更加透過僱主合作計劃，由多間企業會員為學員提供就業機會，等年輕人能夠同業界緊密連結，踏出發展美容事業嘅重要一步。喺創會主席鄭明明教授嘅遠見，以及會長陸惠芳女士嘅卓越領導下，協會始終秉持維繫美容業健康發展嘅使命，鼓勵企業會員承擔社會責任，同時為年輕人提供資訊、技能同發展平台。呢份堅持同初心，令人由衷敬佩。展望未來，港專期待繼續同國際私家美容協會攜手合作，培育更多具專業實力同埋使命感嘅美容人才，共同推動行業持續向前。最後，祝願國際私家美容協會會務蒸蒸日上，未來再創輝煌。